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受到风台米卡拉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头出现大水雨，台北地区也传出淹水灾情。一团煤的雷地引起香港警察掠走，香港人唔拿用笔报纸解烧天，也甲资金投入去一团煤的股票。受到国内旅游影响，中秋国庆连续假期会针对金门偏澳航班会加开第2批加班机。听到风台米卡拉虽然已经早离开啊，也因为台湾各地的低压带内面，台湾各地头拢出现大水雨。伫咧台北市的西亚甲新北市新增的幸福路也拢有淹水灾情。气象专家也表示讲，这款无稳定的天气恐惊阁爱2-3天。大雨路未煞，台北车道路面水淹过半个车轮管，车道的慢慢驶才被熄火。不只是这，各地也出现淹水灾情。路面拢是水，甚至造成塞车。新增幸福路拄到大量香港雨，水沟啊未复流，车经过路口，亲像浸伫水中，袂停袂动。车辆都严重抛锚，真的有抛锚，都喷到了，然后全部蟑螂都跑出来。车安尼过爱涌起来，啊本来是下骹，啊若车莫过是下骹，啊车过就会满起来。新北环保局马上派人通水沟啊，互淹水的情势赶紧消退。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新增落大雨，短时间之内，雨量达到87毫米，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台北市同款落大雨，雷湖一间便利商店的看板可能因为生鲜拄到强烈风雨无预警放落来，佮影响到停伫的厝卡的一排机车，好加在无造成人员伤亡。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应该在明后天慢慢会逐渐的增强哦，所以这种午后雷雨的状况，其实它也会相对会越来越少。听到风台米克拉11慢慢离开台湾，海陆警报已经解除，不过因为台湾还佫伫个低压带，伫个风台尾加上中岛过后绝对流影响，天气依然无稳定，各地会出现局部阵雨情形。气象局针对新北甲桃园市发布大水预特报，气象专家表示，雨势佫继续2到3天就会好转。记者综合报道。一团煤的创办人雷智英遭获香港警察掠走，香港民众伫今仔日就发起活动，要来听苹果日报，甚至用资金和一团煤的股价上悬拔起到668%，创下12年来上介悬的纪录。香港政府这回掠人的行动，有一寡民主派人士也讲，已经做好防掠的心理准备啊，甚至有美国学者也表示讲，雷智英去互送到中国去审判是有可能的。一份，香港《苹果日报》挂日讯，11日头版是一团煤创办人雷智英被掠新闻。香港民间发起支持苹果运动，未少人为头早开始，伫打头前排队单批报纸，最后紧急加印到55万份。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伫面册打出透早4点8报纸相片，强调会支持落去。一团煤股价也冲悬，11上悬起幅度到668%，创下12年来新悬。已经被掠雷智英11被港警押去西贡所在的游艇。美国学者花志坚分析，雷智英可能以港版国安法被送去中国受审，甲雷智英斗阵被中共官媒诋毁。沪港四人帮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是表示，已经做好被掠心理准备。香港警察大动作掠人行動，引起美籍高度關注。ご指摘の状況は承知しており、我が国としても香港情勢について引き続き重大な懸念を有しております。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promised them that they would have that when they entered into the agreement with Britain, and 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decided no, Hong Kong's going to just simply be another communist city. 美国副总统潘斯也声援，指出掠雷智英是对全球热爱自由人权严重冒犯甲侮辱，佮标记释放雷智英。美国海关佮宣布，9月25开始，香港货物出口到美國，產地不過是香港製造，愛標明是中國。國際傳媒關注呢件事係理所當然，但係我又覺得佢哋嘅態度唔應該係被政治立場所影響，甚至係持有一啲
偏頗嘅報導嘅心態。對獵人行動，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執法當局有充足證據才行動，若是批評行動是因為政治並無公道。記者綜合報道。美國衛生部長阿扎訪問台灣已經來到第3天，今日下晡在台大工會學院發表演說，除了擱在俄羅台灣的防疫受到國際肯定以外，也批評中國暗砍疫情，阻擋台灣參與 WHO， 也強調講美國會甲世界講清楚，講台灣是信用可靠的。另外，阿扎甲外交部長高教授會面的時陣，高教授也批評中國，講中國想要甲台灣變做另外一個香港。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來台訪問，行程滿滿，幾啊擺公開活動，看到媒體攏熱情的彼此大不安，看起來心情袂歹。阿扎爾也佇台大工會學院發表演說，並且甲專家進行交流，由前副總統陳建仁引言。阿扎爾佇演說講，再度肯定台灣模式的防疫表現，台美合作的更加緊密，也批評中國穩定疫情阻擋台灣參加 WHO。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this decision at each WHA that I have attend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C far outweighs its investment in this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and it uses influence not to advance public health objectives, but its own narrow political interests. 阿扎爾強調，在這艱難時期，美國知影永遠有台灣這個朋友，也會甲全世界講，會當我可相信台灣展現挺台灣的態度。另外，也再度緬懷前總統李登輝對亞洲甲台灣民主的貢獻。He had a great lo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earned his doctorate a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ident Lee's legacy goes beyond just political freedom. It has had a very tangible effect on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in Taiwan and around the world today. 阿扎爾在伊早起甲外交部長高教授會面，批評國際組織無應該成為創治政治的場所。高教授也講到，佇關鍵其他國家催暗的時陣，攏會受到來自中國的打壓。Yes, trouble from Beijing. Taiwan is no stranger to such troubles. Our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s China continues to pressure Taiwan into accepting its political conditions that will turn Taiwan into the next Hong Kong. 高教授感謝美國佇國際上的堅定支持，這唔但涉及台灣的國際地位，更加是面對威權的侵略，如何捍衛民主制度，強調台灣需要勝利，民主才會當永存。台美正是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緊密的合作盤。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美國制裁中國，佮再加上美國嘅衛生部長拜訪台灣，台美嘅關係是大大增加。唔過，就美國媒體說講，美國無願意甲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FTA。咱嘅經濟部長王美花說是無愛加評論啥物，就學者說認為講，關鍵是台灣敢願意開放美國嘅牛肉、豬肉入來到台灣。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訪問台灣，台美關係愈來愈好。但是這時陣，美國媒體卻指出，美國貿易代表 USTR 並無想要甲台灣簽自由貿易協定 FTA。FTA 其實政府會整個大策略的問題啦哈。那當然我們也覺得如果可以跟美國簽 FTA 是個好事情，但是種種的要整理的問題哈，或者是要準備的問題等等，我想這個應該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會再跟大家講啦。因為美國採取一連串對中國的制裁行動，和美中關係緊張，佮加上深化對台灣的友好關係。AIT 嘛強調台美關係派出高層級的衛生部長訪問台灣。外界認為這時陣對台灣來講是甲美國簽 FTA 的好機會，但事實上台美 FTA 煞是調佇遐無進度。學者普遍認為，關鍵還是佇台灣敢是要開放美國牛肉甲美國豬肉。你講一談下去，就是要面對真刀真槍的談判呢？你怎麼能說跟美國來虛應故事？美國人不吃這一套的。你要想要拿美國人的好處，拿 FTA， 你就要付出政治代價，代價就是進口美豬。那個友好基本上是美國拿來做籌碼。即使說雙方現在政治的關係不錯，但是美國要的是實質開放的問題。就是說大家關係不錯，但是一坐下來談的時候，就要談實際上開放的內容的時候。這個美豬就會是第一個問題。那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我個人覺得這是敲門磚啦。美國對台灣的態度，無論閣安怎友好，若是確定是一個經貿談判議題，永遠無法度閣進一步。對蔡政府來講，這是一項有待突破的挑戰。記者郭燦陳志成台北報道。
武汉肺炎全世界确诊病例到达已经增加到2000万人咯。疫苗的开发也变作是重点，不过咱台湾开发的速度却是输人经济。连昨美国卫生部长阿早访问台湾的时阵，却拢无表态讲会将疫苗优先予台湾。就专家也烦恼讲，台湾的疫情可能会拖翻头。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加卫福部长陈时中签署意为合作了解备忘录，深化台美抗疫合作。针对新冠疫苗，阿扎尔表示，美国所研发的疫苗在美国当地有够用了后，会以公平方式提供给各国，也毋过有合作经费。若讲美国无法度解决台湾的需求，一摆就白来啊。疫苗的部分它是轻描淡写，台湾这一次能不能够从美国那边得到那个疫苗提供的协助，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冬天那个武汉肺炎的防疫疫情，如果再重来的时候，会是很大的挑战。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中岛甲副总统赖清德以及阿扎尔食饭时，双方就疫苗、治疗性药物甲未来检测方式进行讨论。阿扎尔也了解台湾对疫苗需求，会放置相当重要的在免疫需求。怎么样在疫苗在美国相关的他所投资的公司里面能够协助我们能够在早期购买。那这几个议题都需要我们继续跟 AIT 保持密切的联系。另外，医界烦恼入冬了后，疫情可能重新过来。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民认为，台湾疫苗的需求数量至少需要国内70%的人口量，也就是1500万到2000万剂，所以建议台湾爱用先订的方式抢至先机。台湾如果没有去预购的话呢，就很难拿到疫苗。那预购就是你要先把钱先给这些厂商，就是我先付钱，然后你到时候在你的最优先次序里面给我多少剂疫苗。因为这摆阿扎尔来台时间无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当就疫苗议题交换意见。但美国成功研发出疫苗了后，敢是有机会会当处理，这个部分拢会设法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的后备指挥部有2位军官2月共派去新北市的水岸工厂，固守国军的作业进度，却发生偷摕6000多袋水岸的白带。代志爆出来了后，目前这2位军官也依上北检调查，法院伫下晡也调开羁押庭，裁定的结果到当时也未出来。面对媒体问讲是安怎要偷摕水岸，国防部后备指挥部中校李志高是无话无句，早早暗时移送北检复讯。你是帮忙的吗？还是你是主谋？年初的时阵，武汉肺炎疫情伫全球咧滚价，民众抢要买水岸，致使水岸无够卖。政府除了实施水岸徛名制，嘛扩大生产水岸，做水岸国家队。国军嘛支援生产水岸的任务。李志高2月奉指派去新北市水岸大厂，监督国军作业的进度。想袂到伊涉嫌利用伊的职务，甲好朋友上司张正荣共谋，一点仔偷偷搬，2个人拢总偷走6000多袋水岸。依照行程并行的一个原则，给予严厉的处分，绝对不会宽待。国军主动请台北地检署侦办，台北地检署除了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北区机动工作站去李志高的办公室搜查，嘛以被告的身份，甲伊和张正荣约谈到案。要若针对是安怎要偷摕水岸，有啥物款的目的，2个人的讲法是无共款。北检烦恼讲，可能有共犯或者是串证的疑虑，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11调开羁押庭。李志高因为还佫伫咧找辩护人，所以开庭的时间还未确定，裁定的结果较晚才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市长补选是存无到几天，有风声讲韩国瑜会伫李美珍的选情之夜出现。投票当天，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会陪李美珍去投票。也那民进党的陈其迈是表示尊重对手的做法，不过民众党的吴益政却是一再强调，选民一定爱支持一个会晓解决问题的人。另外，7月底李美珍去互帮有恐吓的案件，今仔日警方也宣布讲已经破案了。没有任何一个贪污政治，为的都是高雄市民。我希望市民给他们这样子的机会，来为我们高雄服务。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选前最后壁场，后壁徛台专事，前市长韩国瑜的持护团队被解读是韩流回归。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认为，不管是什么人来徛台，重要也是政策，不是候选人。他来到高雄为自己的政党支持。但重点是支持政策，不是支持政党的候选人。你到底要为高雄人帮忙解决问题，
这个才是最重点的。那这是我对韩先生、韩市长的一个提醒。外团韩国瑜考虑可能伫选前之夜现身，不过国民党无愿意将话讲死。面对前副总统吴敦义因为无受邀请辅选有关意见，党主席江启臣表示欢迎所有关心选情的人。候选人接下来的行程都告知所有我们党内的这些前面的几位主席哈，不管是党内的长官、先进等等，所有关心梅珍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另外，对手陈其迈下晡时找江启龙斗阵扫街，面对韩国瑜可能伫选前之前出面催票，陈其迈希望对手爱尊重民主，不过也尊重对手的做法。6月6号这个其实已经罢韩投票，这个是民主投票的结果，是我想任何人都应该要尊重啦。大家期待说8月15号高雄市政能够重开机能够尽速的大步迈进。投票日慢慢接近，候选人台面上竞争激烈，网友台面下论战也真闹热。这月底就发生网友面切到话，涉嫌恐吓李梅珍。中央分局经过调查，11宣布破案，嫌犯以恐吓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中发生重金属烟中毒的案件，正有一位负责人出面来控诉，讲伊去年10月开始食性冻的汉药，身体无爽快，去化验了后才知影讲身躯内面的烟超过标准值6倍外。台中市政府也表示讲，若准受害者有超过20人，就会协助因来拍团体官司。卫福部的中医药署也表示讲，今夜要开始清查禁止使用的汉药。摕到检验报告，后生妇人愈讲愈艰苦，安那嘛无受到因为癌症接受化疗，食了性冻中药中药调养身体，若无减轻化疗的无爽快，连都出现袂少的副作用。经过检验，嘛是体内铅的含量超标。坦白讲，张议员有的症状我都有，肚子痛、头痛、头晕、恶心、想吐，全身关节不明原因的疼痛，这些都有，所以我才会警觉到我应该去做检验。拄顶可能满满就医记录甲收据，拢是伫性冻中医摕药服用，其中袂少拢是水状的中药。何小姐表示，去年4月接受化疗了后，10月开始服用性冻的中药，不过就是出现无爽快，一直到5月才停药。然后经过检验，发现血中铅的浓度高达每100毫升60微克。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例嘛是14个确定个案当中的一例。其中包含核性个案，卫生局已协助该个案妥适就医治疗，个案相关资料已提供检调单位侦办。中药在引发铅中毒的案件愈滚愈大，嘛引起卫福部的注意，访问要求各地方卫生局来加强调验中药房的市售药材，尤其对着贩卖朱砂以及铅弹的使用。我们有下令要加强清查，也希望说这一波清查以后能够做一个销毁，但是这个销毁因为朱砂是含汞的这个矿物所以销毁这个动作要做的妥善一点。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到8月10号，政府病院检查的人数拢总有152个人，血中铅含量超标的人有14人。然后目前收到230件中药检体，除了协助叔叔，依照消保法规定，受害人数超过20人以上，就会使来进行团体诉讼。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交通部伫去年有推出秋冬国内旅游补助方案，所有旅馆业者用餐券甲夜市仔券，写民众来留资料，搁再用民众所留的资料，假作是来酒店的旅客，诈骗交通部1000块的旅游补助。苗栗检方车查也去搜查其中一间饭店，也传社长的负责人甲60位民众来问话，落尾社长的负责人是用15万交保。经过侦讯了后，社长的负责人甲技术提供各组的民众，从移送地检署侦办，因为人数真济，要该分配移送。疫情转好，国民旅游大大恢复。苗栗检方追查发现讲，去年交通部推出扩大国旅、秋冬旅游的补助，陆续业者骗民众登记个资，再搁行销来诈领补助。初步追查，有5间业者涉嫌诈领84笔的补助，嘛搜查其中一间饭店，甲社长的负责人甲60位民众带走。侦讯了后，社长的负责人以15万交保。在旅客实际上没有入住该饭店，且以换取餐券的方式诈领秋冬旅游住宿补助。为了刺激国民旅游，政府推出旅游的补助。
拄开始的暖冬甲扩大暖冬的补助是由中央核销，不过要3-4个月才领会到补助，引起民众的怨叹。后来春游甲扩大国旅的补助，还佫有自由行的部分是改由地方政府核销。县市政府会当核销带面的资料以外，加上系统有设置房间数量的限制，而且会用电话甲民众确认，以防业者乌白申报。即个是苗栗县政府核销的时阵，发现旅客增加，煞无真正去大的情形，所以去地检署检举。我们旅馆也有看到，民宿也有看到，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去讲说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如果是行政的部分的话，那当然就是不会拨款了，那也可能会取消他日后参与类似补助的一个资格。那如果已经到了刑法的部分，那就因为公人知道有违法，一定要移送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侦办。今年6月，台中市甲台东县嘛拢传出有旅宿业者涉嫌铺保拍销、诈领旅游的补助，因为铺保的情形袂少，观光局表示会提醒地方政府爱注意。针对相关旅游补助的申请，拢爱严格来审核。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际疫情无稳定，民众无法度出国，国内旅游煞变加是热扑扑。民航局伫今仔宣布讲，针对金门、澎湖这2个地区，伫中秋国庆连续假期的航班会加开第2批的加班机。民航局表示讲，应过毋捌有这款的情形。10月初中秋连续假期了后的1礼拜，接落来就是国庆连假。民航局顶一日开始卖离岛的机票，入门的时段是真紧就互抢了，所以针对金门甲澎湖的航线，搁规划第2批加班的飞行机。8月17、8、1早起9点就会开放注文，因为疫情，台湾人无法度出国，今年离岛的机票为7月份开始就无够卖。澎湖的部分呢，当然是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长，大概4到5成的一个成长是。那当然，马祖部分当然以它的观光也这段时间也不错，大概也有3成左右的一个成长。民航局表示，今年国庆日连续假期，离岛班机真少开到第2批，今年需求特别旺。也若今年中秋连续假期，供应的座位是比去年还阁增加14%。民航局无排除，若是民众有需求，会阁开第3批。另外，原本飞国际线的航空业者嘛来抢坐飞行机环岛的市场，星宇航空就证实，8月底还阁会有2班环岛的包机。16号的这一班是为了员工所来开闭的。那下半月的话，我们是按照是说是这个市场上面的需要，然后我们会再来建备一班。民航局证实，除了星宇航空以外，已经飞过环岛包机的华航甲中营，嘛拢继续提出申请，要伫8月底阁飞环岛包机，因为毋是定期的航线，民航局拢会以专案来做审核，甲桃园机场确认航线了后，才会核准飞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的清境农场，就游客投诉讲，遐护神伤过济，包括大草埔拢是护神，讲安尼对卫生有败害。附近的店家是认为讲，热天时啊，菜色甲果子当咧大出，农民所使用的是无过处理过的鸡屎来做肥，才会害护神夜飞。来到南投清境农场，无论是伫咧草埔啊，也是农特产的摊位。还佫有卖食的店头，四界拢会当看到护神。为着卫生的问题，每一个摊位拢有装挂护神的物件，嘛摆真侪黏护神的纸。不过才打摆好势尔，无偌久的时间，护神纸就黏甲甜甜甜。业者烦恼，但无卫生会影响到生理。游客嘛感觉讲护神若伤济，互人感觉真无好。对啊，感觉不好。附近都有在做那个种菜啊、种水果啊，他那施肥啊。附近的民宿业者、甲单位的业者表示，当年的6月份到8月份是清境当地热人菜色甲果子的产期。有部分的农民偷偷甲青的鸡屎再去山顶，因为拢是无法干过青的鸡屎，所以才会致使护神一大堆。仁爱乡公所目前先宣导农民唔通用青的鸡屎，嘛加强消毒。我们建议我们的农民。那个有机肥的部分能够多使用，那减少这些苍蝇，那造成环境卫生上的困扰。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南投县5年前开始禁止使用青的鸡屎，而且伫咧大量使用青的鸡屎的地区，还佫有主要的来源地，也就是中华甲闽港交界真重要的车路，加强稽查。若是查到违法载青的鸡屎的车辆，会当以废弃物清理法。处新台票6000块以上300万以下的罚款。后手嘛会针对清境地区加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北京当咧召开每日疫情记者会时阵，美国总统川率雄雄去互特勤人员护送离开。无偌久了后，川当来到现场，伊也表示讲，拄则外面发生枪案，嫌犯已经互压制落来啊。另外，伫咧花府也有一场户外野餐聚会，说是有嫌犯甲遐个民众开8外枪，造成1个人死亡，21个人受伤。And the Dow Jones are going to be, I mean, the way they're going, it looks like they're just about going to be topping records hopefully soon. Excuse me? 话讲到一半，特勤人员表情真严肃，行入去简报记者会。了后，川普看向记者，就随行落台。记者拢行一条，一直咧看外口。当大家记者拢伫咧甲电视台连线的时阵，几分钟了后，川普带领官员搁一届上台。There was a shooting outside of the White House, and seems to be very well under control. It seems that the shooting was done by law enforcement at that person, at the suspect. 美东时间7日下晡，川普当咧白宫举行例行的记者会。白宫维里亚外口第17街甲宾利士法尼亚大街传出枪声，引起骚动。川普暂时转去办公室了后，搁转去记者会，俄罗特勤人员真专业，真紧就甲情势控制掉咧。嘛讲，执法人员有开枪拍着武装的嫌犯。特勤局普文指出，涉及枪击案的是一个男性，目前这个男性甲一个特勤人员拢送送去病院。这个案件目前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其实华府才当经过无平静的拜6礼拜，一场大型户外 party 煞演变做大型的枪击现场。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has revealed that over 100 rounds were fired on the scene of this shooting. There were multiple shooters who fired simultaneously. We believe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4 and maybe more shooters who all shot at the same time. 22 total victims, including Christopher, who was killed. 华府有几啊百个人违反防疫聚会禁令，举行年度户外野餐 party。到礼拜饭点12点20分左右，几啊个野枪的人向人顶开枪，一个休困的警察嘛去互弹着。目前华府警方已经掌握凶手的影像，不过还未抓到任何可疑的嫌犯。另外一个大城市芝加哥市区，礼拜暗时11点开始。有100外个人做伙撞入去店头抢劫，真有名的华丽1英里上宽，内底的店头拢去互扫掉，甚至有人举枪甲警察伫咧相战。These individuals' engagemen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brazen and extensive criminal looting and destruction, and there cannot be any excuse for it. Period. This is not legitimat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ed speech. 当地前一天，捌发生警察开枪甲一个男性拍着伤的事件。不过，芝加哥警方讲，礼拜的暴动并不是集体抗议，完全是属于犯罪行为。也若动乱是持续到8日透早，至少有13个警察受伤，100外个人互逮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也引起当地民众的示威抗议。因为总理迪奥承认贪官污吏造成体制毁坏，宣布内阁总辞。根据着外国媒体报告，讲黎巴嫩一个国家安全局伫今年7月有发文通知总理甲总统，讲这2000外栋的烧伤案会造成危险，却是无人要甲因回应。伫贝鲁特连续几日间反政府抗争，4名国员落台了后，黎巴嫩总理迪亚布总算宣布内阁总辞，并且向总统奥恩递交辞职批。伊伫电视演说中指出，家己虽然想要改变，也毋过港府长期对抗2750栋的烧伤案暴力无关了，证明贪腐体制真歹治本。希望总辞对寻求真正变革有帮助。دولة الفساد والهدر والسمسرات والسرقات إلى دولة القانون والعدالة والشفافية. 黎巴嫩特殊的教派分配政治权力制度，造成政治人物无想要治国，即会当弄成军队关系。去年10月，才因为经济问题引起全国无分教派大抗争，逼提当时总理哈里里。李亚布上台高达9个月，再次因为同款的民怨反弹落台。用总统要求将看守的新政府成立，这段期间所有教派分享的权力甲国会释出犹原无变。法国要求黎巴嫩是造成符合人民期望的新政府，揭露示威者也就抓继续抗争监督。Government resigning is not enough for us because we want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blast and everything that's been happening for us 30 years ago until now to be held accountable.
根据路透社独家出自黎巴嫩国家安全局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7月已经确认需要是对港区2000多栋小选案进行安全保护，那无可能会炸掉整个首都，若是被淘汰，可能被用作恐怖攻击。国安官员证实，已经写批要求总统甲总理采取行动，这代表国家领袖事先知影却无作为。目前，法国法学专家小组当咧灾区协助识别，已经发现至少有20个装有危险化学品的货柜，其中一个也咧外泄，当咧甲当地消防队员合作驱除。贝鲁特老城区苏索克街路，也有100-200年历史的古迹建筑，也伫爆炸中毁坏这座18世纪的大楼，内部奥特曼帝国时期的阿拉伯文物砌甲柜头卡，隔壁100年贵族白装改建苏索克博物馆建筑甲艺术品损失惨重，伫国家经济危机中建难度是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到达已经超过2000万人，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73万人啊。其中，美国、巴西、印度就占超过一半。近日发生讲，伫日本甲南韩拢出现病毒变种的情形，甚至伫日本的沖縄群岛出现本地讲无讲介严重患者，却雄变重症，就安尼就来过往起案例。南韩的机场陆续有旅客入境，每一个人拢爱做检疫。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7日宣布，为入境游客内底验出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分别是为巴基斯坦甲乌兹别克来的。这款变种病毒无定期伫世卫组织资料库的78000多款的病毒内底，真明显是新的变种病毒。We have confirmed 3 new variants of spike proteins from the virus detected in foreign patients. We have reported to the WHO on this and are conducting additional analysis. 南韩政府表示，目前也未发现变种病毒有传染予南韩民众的状况，佫需要观察病毒变种了后，敢会增加传染力。同款是东亚国家的日本是传出病毒早就已经变种。根据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为6月开始就出现了有新的基因排序的病毒，伊当家做中心拖真紧。日本6月了后新增加的病人，真侪人拢是感染这款变种病毒。日本沖縄群岛嘛头一届出现了2岛的死亡患者，患者是住伫宫古岛的80多岁女性，甲另外一个住伫那霸的60多岁男性，原本拢毋是重症的患者，所以因为年岁真大，病情雄变化来恶化死亡。医生分析，新冠病毒上可怕的所在，就是伫老大人甲慢性病的患者，较熬伫发病时阵雄病情恶化来死亡。为此，那霸市内53间中小学嘛决定停课到16。记者上整理报道。伫咧哈萨克有一个粉红色的湖，竟然有伫咧乱传乱讲，这个湖内面的盐会当对抗武汉肺炎，所以要造成一寡人去遐湖，也造成生态破坏。蓝天绿地甲粉红色的湖都亲像仙境，这是哈萨克的克别图兹湖。原本朴实的湖水伫都市盐沼产生的类胡萝卜素作用之下，每隔几年都会将湖水转为罕见粉红色，吸引游客来欣赏。Озеро 2 года назад стало розоветь.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эксперты говорят, что сюда попали микроорганизмы и водоросли, которые придают вот этот розовый оттенок соли. И с тех пор наше озеро Кобиту стало известны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今年6月到7月，这个湖却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国较闹热的欢迎。社群网站流传谣言，讲特别图兹湖当中的盐用对抗新冠病毒。消息一出来，真侪人来寻宝，看到盐甲土都乌，甚至被放伫网络顶关闭。各种奇怪的举动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所以当局就下令为7月20日开始将湖关起来，禁止进入。Получается, аккаунт в соцсетях нашли, они каждые выходные ездили, выкапывали соль. Мы вообще не знали, то есть мы, если бы знали, что так вообще не положено, мы бы,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не делали. 另外，还有经营印度上大伫青奈附近的马德拉斯科奇动物园，原本一年用卖出500万张的门票，所以因为为今年3月16日，因为封城被迫关门，到即马损失18万7千美金。什么时阵应重新开放，依然是未知数。动物园主管表示，因为收入大量减少，动物园过4个月都无钱啊。无论对员工或者是动物，拢唔知未来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
华府智库研究员 Davis 就发表一份分析，伊讲美中若准伫台海发生战争，就算美国得胜啊，也着爱付出几啊千亿的代价。也强调美国协防台湾的成本太过悬。咱的国防部也讲，中国将来唔捌放弃要用武力侵犯台湾，也强调讲，咱家己国家着爱家己救。8日炮火箭炮轮番上阵，展现强大火力。中国官媒解放军部11发布，解放军第76集团军母女组织合成营最近展开实弹演练，战车精准拍着目标。面对中国一直壮大军力，华府智库研究员戴维斯分析，美中两国卡处伫台海爆发战争，美军就算摕到胜利，一定要付出数千亿美金的代价，会互美国内部陷入困境。美军可以介入的方式是有许多种，包括直接出兵到提供我们援助等等等，提供情报援助。我们也必须坦白，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替另外一个国家打仗，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若是台海爆发战争，美国是不是出兵援助台湾，引起不少讨论。戴维斯认为，美方应该采取符合成本、个维护本国利益的替代方案。被解读出兵协防台湾的机会无大，不过国内学者分析，台湾伫第一岛链伫美国围堵政策上扮演重要战略地位。卡处中国夺取台湾，不只南海面临沦陷，美国会失去太平洋霸主的地位。到底是霸权重要，还是说几千亿美元的利益重要的问题？当然讲起来，霸权比几千亿美元利益绝对重要的，对不对？因为美国就变成一个全球霸权，它可以把整个中国打败，然后俄罗斯到现在还起不来。国家安全一向都不能依赖外援，国防部秉持国防必须靠自己。家己国家家己救，面对强军歼11军机，车载超过海峡中线。国军也第摆公布用地面防空飞弹全面监控，对中释放反制信号。它还是有可能利用你的诸多次泄露的这个电磁波段的频谱特性啊，去推算你可能的作战波段，除非是碰到真正的状况，否则大家一般都不会轻启射控雷达。两岸军事拼场也牵动美中台战略布局，国防部强调，会秉持愈接近本岛、愈积极处理关键研判可能紧急状况来做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昏，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去互香港警察掠走，一团媒的总部也去互人搜查。今仔透早，台湾的公民团体也召开记者会，批评中国政府用国安做理由来掠这寡抗争者，这款的行为根本就是政治的算总效。《苹果日报》头版以真大的香港白色恐怖为题，报道车闸大批港警进驻香港一团媒总部，逮捕创办人黎智英等7个人。台湾人权促进会几个公民团体串联发起停香港行动，谴责港版国安法伫无搜索的状况之下，直接逮捕媒体人，提走媒体采访资料，违反世界人权公约。他亲口跟我说，他一定会守在香港，宁愿坐牢也要去坚持到底，否则他怎么对得起苹果日报、一传媒这么多的员工，还有整个香港民主阵营这么多年的努力呢？你说是勾结外国势力，何患无辞？今天说了这一句话，明天就可以说跟台湾的所有现在的媒体说你是颠覆国家政权，他是根本就是挑新闻自由作为一个目标，要来攻击你，要来挑衅你。他直接就是在挑自由世界重视的价值，也就是新闻自由，当作是一个攻击的标的。有立委批评，中国政府对一团媒大搜捕是条故意以媒体为目标，摧毁香港自由。华人民主书院欢呼，港版国安法已交裁境外势力逮捕黎智英，台湾所有声援的公民团体也都成为共犯。黎智英香港这个事件呢，跟我们台湾或者全世界和香港有往来密切的个人或团体呢，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都是黎智英的共犯，我们都是香港人的共犯，所以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要共同来抵抗。公民团体认为，透过大规模搜捕一团媒，香港中国政府进一步要扳掉所有不利维权政治的媒体机构，杜绝海外声援香港的声音。台湾公民团体将发动联署，要求港府尽速释放一团媒员工，呼吁台湾政府修订港澳关系条例，确保人道救援。记者综合报道。
公司台记台今仔日再建新民主先生的新闻专题。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台湾伫咧国民向的意识是安怎有空间？咱的教育内面当时出现了解台湾的内容咧。即寡台湾的点点滴滴，也拢甲李登辉有真大的关系。今暗时10点，公司台记台要放送全台记的李登辉纪录片，由主持人甲学者来对谈，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加入国立台湾文学馆，台湾唯一的国家级文学博物馆，也是1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所有和台湾近代文学有关系的史料，拢收集伫这。头一任博物馆的馆长地方定讲，在1990年李登辉执政时代，李总统就指示文建会成立台湾文化资产保存中心，中心下底台湾文学史料组就是台湾文学馆的前身。全世界有这款国立级的文学馆的国家还佫真少，咱台湾已经会使讲是前10名内底。对这来看起来，这个民主化的过程，甲这个自由化的过程，咱即马食到的是药剂啦。李登辉总统食的是药头，药头较苦啦。前总统李登辉也伫咧伊当选民选总统的第2年，请国立编译馆编3本小解台湾地理、历史和社会的教科书，册名叫《认捌台湾》。捌做过台独联盟主席，伫咧迄年当选台南市长的张灿宏也肯定这项政策。台湾迄阵咧读的当作是中国的地理历史，我听到台湾哦，什么落水溪一倒一嘛唔知影，淡水溪一倒嘛唔知影，啊那讲到长江黄河，大家都倒背如流咧，所以这是完全符合教育的基本的德学。这也是1989年7个民进党和无党的县市长开始编乡土教材以来上界大的进展。当时的宜兰县长尤锡坤讲起这件代志，感想悠远真深。1993，我的这个认捌宜兰、认捌就是讲南洋的地理甲历史，因1997种的专项。当然，因肯学宜兰，肯改变这政策，这也是无简单啦。这当然跟李登辉先生有关系，唔是李登辉先生，我相信伊也无一定会安尼做。2000年李总统落任了后，伊个设李登辉学校，免费栽培对台湾社会发展有意识的后辈。真侪课程哦，包括台湾的历史、地理、人物、政治、经济、国际。透过这个知识的教育，加强伊对家己台湾的这个认识以外，伊嘛会对台湾这个人、甲这个社区，甚至这个国家，也能去关心嘛。李前总统推动民主教育，唔但落实伫咧课纲内底，伊也望后辈会当大量吸收知识，作为行动的基础，促成改变。记者阿敏今天由水林昆明台北台南报道。讲到丰泰米卡拉的外围环流，也早来真侪雨水。伫台东太麻里的金站山，这2日啊累积雨量也超过250毫米。伫10日的半暝啊，雨水甲一间伫半山腰的人家厝啊地基冲了了，这间厝的居民也去互乡公所强制搬厝。为下骹向顶面看，这边提一盘地基，用要避大雨冲空气，随时可能会崩落来。厝内底涂骹板出现壁痕，徛街边的顶啊是规个崩落去。厝主讲当时是透早3点，被顶啊倒下去的声音，惊醒都唔敢搁困。我先在那边5秒，狗冲出来就整个拉下去了。一声老轰这样啊，我还以为是打雷的声音啊。这个面体伫海拔700多公尺的太麻里乡金站山顶，居民讲伫遮住50多年，从来无发生崩起，真烦恼，搁落大雨，规个厝都会崩起。乡公所11下晡去现场会勘，看到厝下边保护地基的冻土墙，规个拢崩落去，情形真严重，强制厝主一定要搬走。先发2万块的安全救助给受灾户啊。那如果看这种情形，这个房子应该是不能再居住了。
这2天，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带来大水雨，气象局统计，金江山落250多毫米的雨量。乡公所表示，这种问题是这场大雨受灾雨，会详细评估是不是需要拆掉。另外，山顶金针花农历开花，为咗游客上山赏花，乡公所也会请当地职工做山坪进行，维护游客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解决台南排水问题，水利署开30亿要整治三亚溪。所以发现讲，遐有2间日本时代军事炸弹的仓库。有专家认为讲，这仓库已经有超过75年啊。当地也发起抢救，希望保留这个正珍贵的军事设施。第三亚溪中游甲水尾的仁德段，最近因为做预防大水车路的工程。所以规个拢是落雨仔梅，不过行几啊百公尺了后，2个真少人知影日本时代放炸弹的库房就伫咧面头前。这是三元溪啊，在北边这一颗，就是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提出1945年美军侦察机空翕的相片，证明军事设施存在的历史，包括目前发现的，还有伫水尾的机密博物馆附近有高射炮台，拢会当了解过去三亚溪捌是真重要的运输路线。也若这2个放炸弹的库房。形体是五角形的，因为施工头前甲后壁的入口已经防破坏，不过内部的通道结构也是保留甲真完整，还可会当看到吊起来的鱼雷，甲炸弹的钩仔是真特殊。外观也是比较接近三角形，但是我们看到它的主体结构部分，基本上这2座的主体结构室内都是比较五边形的一个构造方式。那我们去比对其他的2战的遗迹，发现日军的这种类型的那种爆弹库的案例非常少见，甚至很稀有的。嘛，因为发现疑似文主的建物，放炸弹的库房拆除的工程嘛暂时冻点。施工的单位，也就是第6号船局是表示，会全力配合审议的结果。一切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来办理。如果是文字内容，我们一定要配合嘛。那如果不是文字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再跟地方协商，看有没有妥适的方法。那原则上我们尽量来保存啦，因为地方这个是有他们的记忆。伫兼顾河川地理安全的前提之下，文资处嘛照相关的法令，按算12会邀请专家甲学者现场勘查，做建物的价值评估甲审议，来抢救甲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提供予消费者更较完整的食品资讯，食药署修法讲，按算伫年底进前广告，线卖的青鸡肉就要标示产地，其中也包括大卖场甲传统市场，上紧在明年7月就会来实行。各种部位的青鸡肉都放伫传统市场的架啊，互民众选买。头家无用双手无停过，食药署修按法，按算年底进前广告，线装生鸡肉应该标示原产地，其中包含大卖场甲传统市场，上紧明年7月7日实施。我们问他说这是哪里的鸡？这样来那边就聊天，我们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民众都知道我们是自己养的鸡，对，就是我们会遵照法律。根据食药署进前所有过，选装食品标示规定草案，除了即马有商业设施公司登记大卖场选装食品爱标示产地以外，也将小卖纳入。未来传统市场一般小店家的选装食品，亲像鸡肉、水果、菜色这的生鲜或者是冷冻散装食品，也爱标示产地。暗过食的物件，加工鸡肉产品，无纳入爱标示产地规范。熟食类的一个产品的话，就是它已经在台湾烹煮过了嘛，那就是已经是台湾啦。那业者如果说他自己要去自愿宣称说他的鸡肉是国产的，那他就可以宣称他的鸡肉是来自国产的。市鸡协会认为，即马国产白肉鸡有土检标章，也会标示台一期，进口煞唔免用进口白肉鸡介绍只有国内一半，同样威胁国产白肉鸡生存。国产肉它是新鲜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啊。那如果是里面混到进口肉的话，依现在的技术要去区分出来还是有困难的啦。根据农委会统计，国产白肉鸡年产2.1亿只，土鸡1.1亿只，白肉鸡占2/3。而且国内每年进口冷冻白鸡肉71万吨，主要是鸡腿甲少量鸡翅。对市鸡协会希望进口冷冻白鸡肉，爱标示台一期甲加工品，爱标原产地诉求。农委会讲，因为牵涉无合法规市场，爱甲卫福部、经济部继续参详。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这几年，环保署拢有补助地方增加设备，通好甲喷的回收能力搁再提升。也因为到单还有一半较价喷，拢是对着粪扫入去到焚化炉，这影响到焚化炉处理粪扫的空间。这一大片的花园，也搁设计有温室。这是南投德山清洁队打造的秘密花园，用的是喷堆围成培养土种出来。喷场上惊的就是臭味，德山镇的喷会先经过破碎脱水机减少水分的含量，搁家己擦拭控制伊的味。喷虽然变成肥的土，也毋过过程中上麻烦就是民众等喷的时阵，将塑胶袋当作弹入去。台北市定点可以定得你塑胶袋就不可以放进去。但是我们在乡下地方的话，要像台北市这样收运的话，可能12小时也收不完，因为地广人稀哈。过去回收喷达到64成市底，也毋过防止非洲地质，需要高温来做才会当用。地区喷市底的比例降到48%，不过市底的喷送往堆肥，只是目前已经回收的量只占总量的1/3，代表我2/2也是送入焚化炉，大约是95万吨。环保署要设法救援喷的回收量，无要进入焚化炉。积极在协助地方来设置这个处理的处理设备或是地方现在也在设置处理生质能源厂。我们希望透过多元的处理方式来提升处理的处理量能。环保署未来也研究利用现有的市地场，也是污水处理厂使用喷强化钢，这也是好的气化管道。无回收的喷大约占总粪扫生产量1成左右。那会当互喷专属回收，会当互焚化炉增加处理一般的粪扫。种种补助甲措施，什么时阵才会当互喷回收量有明显进展？环保署也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就一位自细汉食南方蚵仔庙口比较大汉的民众，伊为着要推广台语加台湾的点心，特别请台语老师甲一寡菜单全部改做是台语，也有拼音的字，希望会当食到好滋味，也会当学到台语。完啊，过来加这，钓西汤。囡仔遐用罗马拼音读菜名，爸爸是看汉字。来食小姐的这对爸仔囝认真研究菜单，读出什么汤吹出来米糕顶头有的配料。掺红葱头，7%无掺豆粉，正港鱼酥，鸡仔肉。鸡仔鱼。店员讲，其实逐工接触的人客对读台文菜单的反应拢真无同。大家看咧，都会感觉讲这是啥物字？这是咩来念？比如讲，啥物是常常你讲问的？然后常常问的就是钓丝汤。一般的人是讲叫做素食汤，汤内底阮就会掺钓丝菜，所以叫做钓丝汤。店头家罗仔上先生也讲出一当前开一间专卖米糕的小食店，想要推广台文的理念。米糕我感觉是一种山珍海伊内底有鱼酥，有鸡腿啊，还有咱这个材料真好食的，会煮米。有专家咧讲讲这个咱这个语文无文字用一段时间了后就慢慢消失。既然我伫台湾小食，那有机会我就用台湾的感觉，用台湾的母语来介绍。那菜单看会到台文字，壁顶的文宣品也是头家请台语老师翻译的。店头家讲，那走找这项演过伫南方蚵仔庙口边，自细汉食到大汉的记忆，伊也哪认捌台文字。这是一个开始啦，我是讲一开始应该若讲为一开始就要趁钱话，应该是这有困难啦，应该是要看较长期。本身以前我就是咱山仔家，还佫有袂歹的用餐环境，还佫阮注重食材。罗仔上先生讲，未来唔但要继续推广台文，也要坚持继续用在地食材，料理各种台湾的小食米，和世界分享咱的台湾味。记者阿明金丹波罗宜兰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明仔载台湾的天气。明仔载台湾南部、东南部以及到片湖、金门，恐惊会变大雨。过昼了后，中部以北有机会会落雷公雨，也请民众要爱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到冰岛去看海洋的保育区。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近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艺术。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我这个人哦，平常时啊除了赚钱，无啥物特别的兴趣。人个要讲，可能就是买车啦。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轿车。轿车汉字写作轿车，罗马字写作歌谣轿、私压车。轿甲车拢是第一条，轿车就是私人咧驶的小型汽车，嘛叫做自家用的轿啊。若是租的，就叫做海轿。因为轿车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交通工具，会晓驶车就称作真重要的功夫。咱对车嘛要加减啊慢，才袂驶车驶甲咧过路。过路就是车歹去停在路边等人修理的意思。咱去保养车的时阵，较接触的有换乌油、顺麦德利、火珠啊、护丝啦、方向灯、大灯、卡动灯、handle路等等。拢爱巡一摆。车咧保养的时，会看到师傅用铁人甲规只车夹起来，伫车骹软来软去，咧巡轮啊、挡皮啊、引擎、引动。3分5时嘛爱巡看卖，敢会无乌烟？无，那车做捌杂啦车，死到红发钱就算袂好啊。保养的时阵，有时爱换部品，部品有原厂的，嘛有台码，介绍无同，好歹嘛无得确。俗语讲，行船走马3分命，意思是咧讲，做交通运输这道的，因的性命风险加真悬，做工课时本地就较危险，爱较细致咧。例轿车、乌油、火珠啊、护丝啊、挡皮啊、handle路、引擎、行船走马3分命。买车介欢喜，驶车爱细致，
节目看了后摆去保养车的时，咱就会使用台语甲师傅开讲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你在冲啊！